各位朋友、弟兄姊妹平安。今日咧想同大家介紹一啲來自聖經嘅醫學知識，係會令大家咧感到驚奇嘅喎。近年咧新冠病毒咧係肆虐全球嘅，咁各國政府咧無不嚴陣以待，動用一切資源嚟遏制呢場大流行。從封城啦，到檢疫啦，到隔離確診者啦，人類咧係竭盡所能想阻斷呢個病毒嘅傳播鏈嘅。咁我想請問各位你知唔知道聖經咧早喺3500年前就已經頒布咗對抗傳染病嘅核心原則咧？現代醫學公認控制任何潛在嘅全球性傳染病爆發嘅關鍵就係要及時隔離呢個感染者將佢哋隔離。就唔係呢個唔止係呢個科學共識亦都係拯救無數生命嘅實踐準則嚟嘅。咁呢個隔離嘅概念究竟係從何處而來呢？係誰首先將佢賜俾人類嘅呢？答案會令人驚訝嘅。佢係神係透過摩西喺聖經嘅利未記中係啟示俾以色列人嘅。早喺細菌病毒尚未被發現嘅時代神已經吩咐佢嘅百姓遵照利未記13章46嘅指示。利未記13章46咁講過，個災病還在他身上的時候，他就是不潔淨。既然不潔淨，就要獨居住在營外。好一句，他就要獨居住在營外。呢條命令看似簡單，但係蘊含咗超前嘅公共衛生智慧嘅。第一佢要將所有嘅傳染風險、有傳染風險嘅人同群體分開。第二將佢哋安置喺營外，即係社區之外。第三直到確定再唔有呢個傳染性為止先至可以返回呢個社區。呢個就係現代嘅隔離同埋檢疫嘅措施嘅雛形。今日我哋用同樣嘅原則係對抗係新冠病毒、沙士、中東呼吸種綜合症、豬流感等嘅嚴重嘅傳染病。而呢個智慧早喺摩西嘅時代就已經寫咗喺聖經中㗎啦。試想喺冇顯微鏡、冇流行病學理論嘅古代，邊個可以制定出如此科學化同埋有效嘅防疫措施呢？唯一嘅解釋就係佢係源自那位創造生命、掌管生命、掌管健康嘅神，聖經嘅神。好，今日分享到此為止，下次繼續，下次再見，拜拜。